因过这新竹北东西两边长期以来地方发展差真多，特别是外海迄边呢是较严重。这几年经过辅导成立休闲农业区，透过规划和整合在地的休闲观光资源，也互更较侪少年人愿意回来故乡服务。手提希望整理家己辛苦培育的渔民啊，已经回来故乡服务我北东的陈彦廷。过去在外口吃过真侪款头路，后来经过思考，决心回来创业，打拼家己的事业。开机动车卖厝，电子公司的业务啊，做生意场了后失败啊，感觉做袂落去啊，我嘛是转来啊，转来这个企业其实自我细汉就才开始一直咧摸，所以这是我上熟的所在。另外一位是才拄回来4个月的老先生，因为过去读册时就是读水产相关科系，所以会当回来故乡做养殖业，对伊来讲是上好的选择。刚好这边离我家也是算近，然后这边养殖有一定的规模大小，对，然后就选择过来，因为我大学也是读水产养殖系。占地480公顷的休闲园区，其中饲乌鱼、虾仔以及石斑的面积有60公顷。经过辅导，已经变成民众佚佗的好所在。目前嘛，当咧思考，安怎互更较侪少年人愿意回来故乡做事。人愈来愈多，有一寡产业就是咱乌鱼子属于说有一个稍微要断层但是好佳在有一寡少年的肯回来。阶层传承下去，可以让我们更多的青农还有青年从事渔业的朋友不同的方式不管是未来我们的观光产业，或者是加工产业，亦或是行销品牌的产业，都非常需要透过青年来跟社会对话。在对业者讲，要安怎透过提悬工作机会以及培养好的人才，是目前真重要的课题。希望未来会当透过青年回乡，和城乡发展出在地的特色文化。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